来看大甲妈的消息，这个花莲东华大学有5个学生参加这摆大甲妈进香的这个行程，因为学校实验室伫地当的时烧歹去，因为挂一个纸板啊，主动为学校重建的募款。啊，这个讨论期的这个网红吴峰嘛，伫这个绕境的队伍当中为地当的受灾者祈福，尤其是看到家乡讨论期的搜救队嘛来台湾救灾，会感受到两个国家美好的友谊。另外，也有一个老先生用轮椅杀中风6年的太太呢，一路夫妻前进，阿某2人对大甲妈已经20-30天啊。虽然讲因太太脚拢已经灌水啊，不过因依然坚持行完全程，并且祈求妈祖祝福好所有人。来自花莲东华大学的5个学生参加大甲妈的绕境，因摕募款口座的 QR code 为学校的重建来募款。因为这届的地动，学校的实验室是毁损了真严重，若是要重建，就要开3-4亿。透过这个方式，然后帮助学校重建一些建设啊，或者一些软硬体的东西，也蛮多人帮我们加油跟支持的。东华大学理工一馆的实验室，地动的时4楼规层烧起来，搁烧到2楼、3楼，毁损是真严重。虽然校方有官方的捐款管道，不过学生原来想要替重建校舍来斗3工，其他的信众知影了后嘛随捐款。那你刚刚呢？他这样子效果好不好？很有意义哦。讨论期的网红吴凤手提5个的国旗出现在绕境队伍当中，准备为婚林土库行到嘉义新港。这届花莲地动，让伊想到故乡讨论期，去年2月发生7.8的大地动，台湾北来协助救灾。即马伊想要替花莲的受灾者来祈福。为花莲一起打气，然后呢，现在刚好是土耳其的团队也在台湾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像是土耳其跟台湾中间有一个很好的友谊。我也想要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更多朋友知道。在绕境的队伍当中，看到互相扶持的身影，当先是用轮椅甲太太杀，照家己的速度豆豆啊行。翁仔某2人对大甲妈行20-30年，除了疫情，中拢毋捌登过。就算太太6年前中风，骹腿严重跪水，不过伊也是坚持爱靠轮椅缀全程。拢没间断，没有，大家拢平平安安，安尼上紧要紧。这届绕境拄好当着花莲大地动，对规路的信众，唔那是为着厝内人，嘛为地动的受灾者来祈福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